今天我们一起回顾2019年探访宝岛客户的视频。我们的主人翁 Franco 在台中开了一家寵物友好的冰店，如今他已經如願以償，成功取得台灣身份。其實最主要係即係嗰陣時決定移民過嚟，咁啊嗰陣時就咁啱有個朋友，咁佢屋企人就喺嗰度開間冰店，咁啊其實嗰陣時覺得佢做得都唔錯，咁啊諗住就喺台中開一間。第一我呢間鋪即係茶園主題，咁亦都有我哋店狗啦，咁你真想對住啲你自己中意嘅，咁咪將件事買落去咯。咁同埋我發覺台灣係即都比較多一啲可以用到寵物入嚟啊，或者即係對寵物友善嘅地方，或者有淨售啊有啲狗嘅鋪頭，咁其實都咪試下咯。你總要有社交圈子噶嘛，咁有啲交流，咁但係當然佢可能嗰個即係我哋個社交圈，即係你容易出去做社交生活嘅，唔係特別容易。咁所以就反而我哋呢個頻道就係話變咗提供一個好好嘅社交平台俾我哋。OK， 咁即係呢個頻道少少頻道都有幫到手。咁當然即係對佢哋嚟講，可能仲有另一個功效就係、即係可能你生活上嘅一啲問題。好群組去幫大家互相去，同埋你咁近嘅區域，有陣時我哋喺台北，你嗌嗰個問題，我台北未必識㗎。即係你哋唔同嘅人睇頻道俾資訊佢就唔使行咁多冤枉路。係啊。